平常若是有一点仔扫灰的状况，大多数的人拢会认为无啥物问题。但是如果若有大量的扫灰，或者是长时间有安尼的问题，就可能要怀疑是毋是气管还是肺部的相关问题，必须要透过医师专业的诊断，才会当判断出实际的问题来避免延误就医。有时候可能会想到说是肺癌末期，或者说想说是肺结核引起的。那其实科学它不只有这些原因，也不是一定只有是恶性，它还有其他可能良性的问题在。我们比较常见，像一般比较常见的一些感染、支气管炎啊，或者说支气管扩张症等等，肺部发炎比较厉害、烂掉这些等等，都可能会造成咳血的问题。那很多人都会想说，我小咳血一点点停了，那就好了。可是这个其实，当你小咳血一点点，它可能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爆发一个大量咳血。那这种情形，我们通常会很担心，你大量咳血出来，会不会把你的气管整个都塞住，影响到你的呼吸？那时候就有生命危险。那时候在紧急送医，有时候就怕会有一些生命上的危险，就医可能怕产生一些缺氧等等一些并发症，处理上相对也会比较麻烦。医师要提醒大家，万一有发生一直扫灰的状况，应该赶紧到病院来安排进行诊断，来避免有伤过严重的问题发生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